台视周六戏剧即将播出，《花甲男孩转大人》，让您新春笑开怀。你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我想交女朋友。你好像靠得很近。你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啊，你留下来，我要先走啦。要谈恋爱，李雅天可以帮你，要亲要抱，他都可以配合你。你只要有他就好啦，根本就不需要我啊。2月8号起，每周六晚间10点，请锁定台视《花甲男孩转大人》。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好佳哉，有家留一个这么乖的孙。弟弟，恁较讲遐尼少年，哪会死啊？哦，你年纪遐细汉，哪会遐有力？桌上，我入去甲阿姨请安，随出来。平平，你甲阿姨做伙来去车恁桌上礼拜坐，好不好？AM 9点，掐缩点台视4月望雨。野妃公主戴爱玲驾到，皇后高音镇压全场。你真的很酷，你随时就可以 key 派的，你看，本来聊得开心，头目厉害，公主就是公主。每周日晚上8点，台视一起唱，高额奖金送给你。周六晚间8点，欢迎3国志。你担心我，我心疼你，共同感让我们不再感到孤单。路人李佳薇唱不到歌，江哥亲自下场，不会翘了。这样再输就咆哮了。哇！怎么办？要不要给他一次机会？有观众口音，观众口音看。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11点台记新闻，我是郭怡中。新闻都开始，赶紧带大家关心11点上新的消息。这是听日日本怀滨港泉州公主号游船，确定有10个人胃到武汉肺炎，即嘛累积的病例拢总有20个人。公主游船收到日本政府通知，第2阶段检体有另外10个人是阳性的反应，其中4个是日本人，1个台湾人，2个美国人，另外还有2个加拿大、1个纽西兰的游客。日本卫生局赶紧甲围着的人带去在地病院来治疗，这是咱拄则收到上新的消息。另外，这方面特别赶紧来关心，日本政府公布确定出现10例病例，其中1个是台湾人，这是一个60多岁妇人人。下早家人港东华鲁运大楼规个大消毒，详细情形赶紧联络记者戴新美来传来了解。新美。好主播各观众，画面中可以看到清洁人员全副武装，在基隆港东岸旅运大楼进行大动作消毒。可以看到清洁人员喷洒消毒水，每个角落都不放过。会这么谨慎，是因为停靠日本横滨港的钻石公主邮轮，日本政府公布确定再出现10例病例，船上罹患武汉肺炎患者的总数已经来到20人。而且日本厚生劳动省召开记者会表示，验出的10例当中，其中1例是来自台湾的60多岁女性。而钻石公主号在1月31号曾停靠基隆港1天，当时一共有2694名旅客下船入境，如今10名旅客确诊武汉肺炎病例，让基隆港上午紧急大消毒，希望能控制疫情，避免扩大。以上就是院长的最新资讯。多谢新闻，同款嘛是咱拄则收到上新的画面，要来关心买喙炎爱用正名的制度，为今仔日初6开始，团讲有送唔到喙炎的情形，这是咧宜兰的邮便局送一个订单，送做是手术用的爱白的这个喙炎，该在邮便局赶伫咧彰案邮局收店进程已经换过，今日早起时8点拢已经换好势。9点正式开放，民众会当来领。今日早起时，大家看到这个画面已经排队排甲落长。邮局嘛讲到，摕健保卡就会当领，提醒大家唔免伤过头烦恼。咱就要赶紧来看到下早伫咧台中市健保的药局，都有真侪人伫咧排队排甲落长的情形。详细画面赶紧联络记者林书宏来带咱了解。书宏。好的，主播各位观众，为了防疫武汉肺炎，全世界都掀起强买口罩行动。政府为了因应执行实名制购买，每个人7天内可以到健保特约药局购买2片口罩，1片只要台币5块钱。今天是2月6号，政策上路第1天，台中不少药局一早就出现排队民众。
口罩比黄金还珍贵。我怕买不到啊，我因为看电视有很多人排队，因为已经很久都买不到了。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我先生年纪大，常常到医院，我们要常常到医院，所以需要这个口罩。我先生跟那个他们都是居士的，没办法买。只有我是偶式的，今天可以来买。为了可以让人潮分流，每个星期1、3、5开放身份证字号尾数是奇数的来购买，星期2、星期4、星期6则是偶数购买，星期天则是通通都可以来购买。而药局店员也特别提醒民众，前来购买口罩时务必准备好健保卡，并携带10块钱，这样可以让购买动线更加顺畅，避免增添大家等候的时间。而在脸书社群也有不少医师呼吁，其实目前以台湾的情况，并非每个人都必须戴口罩，因此也有不少人发起我OK 你先领的活动，希望可以将资源留给真正有需要的人。以上是目前掌握的资讯，主播。多谢苏康，继续要来关心这几天喙炎，也有消毒药的酒精，拢互人买甲无货。一寡有糖尿病患者，也有厝内人拢真烦恼，因为注意多数爱用到75%酒精用的这个棉片，煞大欠过。就有医生解释讲，其实酒精用煞唔免伤过烦恼，用湿文较接洗手，或者是用医疗认剂、生理清盐水来代替，拢会当有效来清洁。继续就要来看到，拄则咱讲到真侪人烧钱要来买喙炎，也有烧钱要来买酒精，也毋过即马有真侪药局拢买无回情形。详细画面，连续记者周丽婷来带咱了解。丽婷。好，主播各位观众可以看到药局里货架上的酒精棉片剩没几盒，因为现在酒精天天上演抢购潮，有的民众干脆转而来买棉片。但是现在就有网友 po 文说，家里的糖尿病患者每天施打胰岛素前都得先用酒精棉片来消毒，只是现在到处都买不到，拜托大家把东西留给需要的人。po 文的字里行间透露出了担忧和无奈。而药局业者也说，酒精棉片的询问度高，就怕真正需要的人买不到，会来限制民众购买数量。带你来听稍早访问。因为我们也会限制客人，不会说一次给他大量购买。那现在是有，因为那些糖尿病啊，还是有需要的人都会买不到啊，怕会买不到。替代的东西有些什么可以替代啊？有干洗手啊，湿纸巾啊。然后就像滴露含有酒精杀菌那些的，它可以稀释啊，拿来喷都可以啊。药局业者强调，一般人如果要消毒，其实还有其他抗菌产品可以使用，不需要用到药用棉片。也呼吁民众不要抢购，反倒让有长期需求的患者买不到。以上是目前掌握的资讯。多谢丽婷，较受影喙炎都要留予有需要的人，因为为今仔日起买喙炎都要用正名。一寡民众烦恼讲，7天敢若当买2袋喙炎，恐惊无够用。针对这件代志，民进党立法委员就发起一个我挺你省领的活动，呼吁健康的民众无一定爱看喙炎，应该把喙炎留予头一线防疫人员来用。现场上新的情形，继续连线记者林新杰来带咱了解。新杰。好，主播各位观众，带您来关心口罩实名制今天正式上路，而现在有好几名民进党立委，包括范云、林楚英、吴思瑶等等委员，发起了一个“我罩你，你先领”的活动，呼吁大家把口罩留给优先有需要的人，带您来关心。在脸书上，有人已经用另外的形式，就是“我 OK， 你先领”的运动，那么开始执行。那么前几天我也开始响应，透过更实际站出来的行动。那么让更多的民众了解，就是其实口罩是真的不用一直随时戴着的，尤其是如果你自己认为你自己的健康情况是非常良好的情况之下，透过这样的贴纸的领取来告诉大家，其实口罩是留给前线的医护人员或者是更需要的人，让他们优先去领取。防疫视同作战，那对我们来说，口罩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战备资源，那所以应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第一线站出来响应，说这个活动就是说，我们如果没有这个需要的话，我们要自己判断；如果没有需要的话，就先不要跟第一线的人员抢口罩。政府现在推行的政策呢，其实是口罩实名制，民众可以依照自己的身份证的最后一个号码到健保药局去买口罩，一个礼拜可以买2个。但就有民众担心说，一个礼拜2个这样子够用吗？对此，民进党立委就发起了这个“我罩你，你先领”的活动，呼吁其实健康的民众是不需要每天佩戴口罩的，应该把口罩留给第一线医护人员等等优先有需要的人来做使用。让想最新，先把这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
多谢新杰。另外，这方面要来关心台北市市长郭文德，进前因为白消息讲到为武汉登来到台湾，才台湾人隔离的所在引起话题。拜二、拜三小连续2天，拢无安排公开行程，嘛无安排互人访问。专权由副市长黄珊珊来发言，不离个郭文德今仔日参加公开活动进前，就正接受媒体访问，赶紧来看现场上新的画面。老实讲哦，细节还是。因为那细节我背不起来，所以细节请那个防务市长再跟你们讲，因为他等一下好像10点，我们10点那个固定会开那个防疫会议嘛，所以防疫有关问题他会跟你回答。那现在台北市府已经有掌握了吗？我想问你们现在掌握到什么样子的程度？还是那样，细节我是不晓得。那现在有什么样子应的做？因为昨天新北市已经先去9份消毒了，那你们现在？那一样嘛，要先确认他去过哪些地方才能够消毒啊。因为现在有说他们，比如说像中正纪念堂、101故宫这一些，他们都有去过。那你们现在有在跟这一些单位来做联系，然后跟他们确认，就是说要怎么去做？还是一样的哦，先做什么事情哦，先确认，所以应该把确实去过的地方出来，也不要就捕风捉影了，也不需要 ，OK。像口罩实名制间上路，台北市有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吗？你觉得1个礼拜2片够用吗？口罩？这个是这样的，我们大概今天9点开始卖嘛，我们大概有告诉说，那派出所的警察那些我们在台北市680几个那个特约的药店，你知道哈，健保药局，大概在9点开始，警察会到场稍微关切一下，因为我认为大概。我想不用1个钟头，大概就卖光了啦。那7天2片够吗？这个这样的，这个有需要的人才买的，你大概还不需要。其实不见得每天要用。其实，在空旷地区是不用带的，我是到这种密闭空间，而且我也不晓得到底谁要来呢，才需要带。如果像我在办公室，我就不带了。所以你们会看到我带，是因为在公开场合的。如果说我在办公室，我也没有带。市长，你之前说出这个隔离所的位置，詹顺贵说这是你精心策划的，就是阴谋论。那这个老实讲哦，我跟你讲哦，选举都结束了，怎么这些1450还在上班呢？奇怪。你觉得你现在就是有？不是啊，我跟你讲哦，不是这样的，我也觉得台湾的，因为我自己是医界出身的，所以我对台湾的医疗体系非常有信心的。特别你们不要忘记，我们的副总统当年就是 SARS 的时候是卫生署长，所以你看哦，你看哦。其实这一次那个时候，美国还说他预计中国是最惨嘛，对，台湾第2惨，因为到现在为止台湾还防守的不错，你知道，所以表示台湾的医疗防疫体系本来就比世界上预期的好很多的。其实我后来想过，我们非洲猪瘟到现在都还没进来，表示说台湾还做得不错，所以不过这样的哦，这个还是继续努力的。到现在为止，我们整个防疫都还做得不错。那可是因为受到防疫不错，可是其实陈时中他压力非常大，爱落泪。没有啊，这个压力一定是大的嘛，所以我们也是，你看哦，你很多事情现在我也不讲啊，就是没有啦，这个是这样的，其实我们的医疗体系大家要有信心的，而且我知道国安会一旦启动，我们的副总统还是很有经验的，因为这个他以前就是 SARS 的时候他是卫生署长嘛，所以大家不要紧张。现在反台名单爆发争议，市长你觉得谁的责任比较大？我跟你讲哦，这就两岸之间还是要有互信嘛，这个要夹带，就是大家其实还是这样的，要沟通嘛，然后大家要诚信的。现在看起来好像是陆委会不相信对岸，而且就是说那个名单的部分，因为跟原本的落差很大。这个就是这样嘛。其实人与人之间如果没有互信，要怎么做事？那你觉得现在只靠台商够吗？蔡总统需要做些什么？就两岸现在只靠台商够吗？我跟你讲哦，还是一样的哦，再呼一遍，现在我们的敌人是武汉肺炎呢，先不要在自己同胞里面起内讧啊。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们的防疫体系还是做得非常好，还是我觉得了不起的。这个你看哦，日本几个 case， 我们才几个 case， 而且我们台湾跟大陆那个往来密切程度这样，我们到现在为止还封锁得住，这表现还不错。所以怎么看那个徐正文这个人的扮演的角色？徐正文扮演的角色，您觉得？我跟他不熟。今天来问的题目都不是很营养嘛，这。那你怎么看？就是中国在最后一刻才公布名单，而且觉得说不需要隔离就可以回台。这就是
这就是哦，没有啦，我觉得是这样的，两岸之间还是要有沟通，那大家互相信任这样搞一次的话，以后大家都没得信任，那更惨。现在台商如果要回国，害到更多人了，像我们一定会更小心的。那你怎么看？说是他们现在两岸的包好，咱拄则听到就是台北市市长郭文哲上新的讲法。另外，这方面同款是上新的现场，继续要来关心买水烟要用正名。为今仔日初六开始，民众买水烟的时一定要摕健保卡先过卡过。不离过这套系统，今仔日才拄开始尔，都有这书讲，因为对这个系统无讲真了解，去耽误到卖水烟的时间。另外，有民众建议讲，归去由村长、里长来卖水烟，才是上好的办法。详细情形，连线记者林新佑来查咱了解。新佑。武汉肺炎疫情持续扩散，全民疯抢口罩。从今天开始，口罩实名制上路，民众带着健保卡就可以在健保特约药局购买口罩。但是购买口罩时要将健保卡过卡，健保署特别设置管控系统，控管口罩销售状况。但是这项系统才刚上路，该如何使用？有药师看的是不飒飒，因为没用过。才刚放上去看到这是南投的中寮健保药局，原本预计9点开卖口罩，但是因为药师对系统不太熟悉，恐怕要延后贩售。而且中寮只有一间健保药局，有的民众必须从山上特地下山购买，路程至少要1个钟头。一定啦，山顶来个食我足久的哦。啊，偌久？话顶到山顶来个食，可能要9点钟来哦。你若紧急的是，你若发落村里长来发哦。较袂浪费时间啦。目前中寮的健保药局每天配额只有250片口罩，未来会不会修正不确定。但是如果以这个数目来估算，中寮乡平常居住居民大约8000人，如果每天250片口罩，一人限购2片，算下来居民至少要64天才能排到口罩。这是记者目前掌握到的最新消息，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多谢新友，另外就要来关心武汉肺炎疫情以及到喙烟大欠过。经过调查，外勤检测，一个人10天内分配到的喙烟，上少3个县市，一个人算的一天无够1片，也就是讲1片喙烟要用几多天。警政署署长陈家钦昨来到桃园南崁派出所来视察，来慰劳基层的检测。伊嘛答应讲会赶紧甲中央争取有够量的喙烟。你们规定要戴口罩。警政署长陈家钦一个路车入去警察局，所有警察都拢出来甲欢迎，应该爱做的防疫准备嘛袂当无做，像讲磅体温甲用酒精消毒。署长甲警察做伙开会了解状况，佮包红包来感谢辛苦的警察。初5早起，署长来到桃园路地的南崁派出所视察，因为这阵有传讲外勤的警察喙烟无够的情形。根据统计，警察一个人10天分配喙烟的数量，上少的前3名是平湖0.19地、台中0.2地、桃园0.3地，平均一个人分无1地。再来看其他的县市，连江甲花莲拢超过10地，平均一个人一天会当分到1地。全台湾警察局上济台北嘛分无5地，平均一个人2天才有1地。有的警察单位配领的比较多，那有的警察局就领的比较少。那这个情形，我向长官跟中央反映。那这一个部分缺少的部分呢，中央很快就会来解决。署长讲，伊会向中央反映，一定会想办法，让喙烟有够用，绝对袂唔管警察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赶紧带大家关心现主时上新的现场画面。外交部下正固定时间开记者会，邀请台日关系协会来参加。针对宣召公主号游船有台湾的负责人确定为到武汉肺炎，嘛说明上新的情形。赶紧来听台日关系协会秘书长上新的讲法。这个今天确诊的10例当中，日本人4位，美国人2位，加拿大2位，纽西兰1位，还有那么台湾人1位，哦。那这个确诊的病例呢，他们都已经送到这个神奈川县的医院里面隔离治疗，现在正在治疗当中。那他们的讯息也都是由后生劳动省统一发布，这个要得到这个更详细的资料，实在是比较困难。我们都是透过交流协会的协助呢，从旁帮我们收集一些有关的资讯。那么同时，我们横滨办事处也跟这个船务公司这个邮轮的这个船公司呢密切联系。那么如果说我国乘客里面有什么需求的话，我们就透过这个船公司呢希望能够迅速提供协助。
现在就是乘客当中，像我们这个横滨办事处表示啊，这个不是乘客的家属在台湾的家属打电话到横滨去啊，说是他母亲呢在船内啊，因为年纪比较大，因为比较年迈啊，每天有这个必须要服药，那恐怕他携带的药量不够，那希望我们看能不能协助把这个药送进去。那因为现在他已经这个船只整船受到隔离，所以我们办事处呢跟这个邮轮公司联络，那么邮轮公司也答应说愿意请他们家属把药寄到邮轮公司之后呢，他们公司会派人把它送进去，这个给他的母亲使用。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这个就是说目前这个已经确诊的国人啊，那目前是说在这个日本神奈川这边医院做隔离治疗，那目前没有说像所谓的那个送回台湾的这个必要或者是要求哈，目前还是以在日本当地做治疗为主，是我想确认。目前还没有，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接触到本人，也不知道他本人的意愿啊，所以我们现在都还在了解当中。那通常按照日本的做法，他是在这个确定已经受到感染以后，他不会轻易让你离境的，他一定要隔离治疗，这个已经痊愈之后才能够这个允许他出境。那当然我们也会密切注意他这个治疗的情形啊，跟日本的行政单位保持联系，然后也去希望能够早日得到他本人的意愿，看怎么样，我们再进一步跟日本的行政单位来沟通。关键来关心卫福部部长陈时中上新的说明，特殊的情况要事先申请核准。有没有其他媒体朋友？好，自由之后中央社，先前面的自由，第二排。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请教发言人，有关这个首批从武汉包机回台的台商有一例确诊，那其中也产生了很多的衍生很多问题特别是他首批回来的名单不在我方原来提出的名单之中有违反这个两岸协商的一些相关的原则，而且还传出说这个混入了很多包括中国籍的人士及一些台商干部瞧出来的关系的名单那因为这个会是我们防疫的一大变数大家都很关切。那我们行政院的对这件事情的立场跟态度是什么？院长有没有什么指示？因为第二批的包机目前是暂缓。还有很多变数可能会发生。第二个想请教这个陈时中部长部长，因为今天在院会听说因为蛮多阁员鼓掌向您致意，对你这段时间的这个努力表示肯定。那我们现在最新的消息有传出说，这个美国的这个吉德利科学公司有生产一个新药叫做Remdesivir瑞德西韦那这个作为这个武汉肺炎防疫的新的测试的药剂，那这个药剂中国已经抢先申请取得专利那目前传出说我们政府有跟美国吉德利公司接洽，请问有这一回事吗？好，那我先回答您的第一个问题。在今天院会里面，院长针对在昨天因为武汉肺炎台商包机回台所发生过的缺失，院长在今天非常严厉的表示，整体事件完全走样，下不为例。所以在今天院会里面提出了4点要求。首先，院长非常清楚的阐释，接下来如果还有任何包机，必须弱势优先。例如是我们的国人在海外临时出差，或者长期用药，或者年长或者年幼这样的台湾人民，必须要被优先包机回台。第二，检疫优先。因为在这一次我们发现的确有确诊的病例
竟然被蒙混上机的这个状况。当然，任何我们的国人回到我们的国境内，我们会提供一流的医疗的协助，全力的救治。但是我们认为机上其他乘客的安全也非常重要，所以检疫优先，必须落实我方人员在登机前就上机检验，这是我方强烈的要求。第三，就是必须优先提供完整的名单供我方确认，不容许像这一次在关机舱门前才匆匆忙忙提出一份名单，而我方是来不及确认。第四，应该要由政府对政府进行磋商，至少应该要由海基会对海协会，我们不再允许任何的中间人居间处理，或是招摇邀功，这些都是不必要的。所以在今天院长有特别的要求，而且也特别的指示，在这一两天发生完全走样，跟过去我们双方的共识不同的结果，下不为例，不容再发生。好，那第二个问题，请部长。关于有关问到就是Gilead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新药，好，那当然任何新药是不是有没有效果，还是要经过一些相关的验证。那不过在防疫这样的期间，我们已经跟Gilead商请，他先保留一部分给台湾。啊？有。好，先中央社，然后之后再。想请教一下部长啊，今天这个购买口罩的实名制上路，那可不可以请部长帮我们说明一下，说今天有配送了多少口罩，然后卫福部这边有没有掌握到目前为止的销售情形如何？那因为网络上有看到有民众反映说，他早上去药局买的时候，看到药局门口公告下午才开卖，那这样子的时间，这样子是可以的吗？然后还有因为上周这个院会后，这个卫福部来报告的时候有说到，我们这个口罩产线一天可以达到大概可以达到400万片，但是部长前几天说，是大概一天320万片，想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落差？谢谢。好，请部长。好，我们配到这个药局的我们大概今天配到人是160万。好，那第二个问题是，现在正在线上的应该有4800多家。在线上已经在购买的了然后第三个就是说下午或晚上都可以，反正一天就是这样的量但我们希望稍微分散一下，免得一时同时上线，对于网络的压力凶多，那万一有宕机这也不好，所以在今天里面都要来执行这事情。那讲过400万片，那这跟经济部那时候的商量，那经济部那时候400万片是用这个既有的它所有线上的机器去预期它的一个量，那可是呢，因为我们台湾以前的用量没那么多，我们在130到180，所以很多的机器是几乎是封存的，等到打开来就发觉还有很多的问题，现在是紧急修、紧急人工来补，所以现在是320，但是陆陆续续这些机器的修复进入状况，它还是会慢慢的增加产能，所以那时候400万辆是用我们的机器设备去预估它整个产能，但是有些机器封存已久，所以当它打开的时候有一些基本的问题需要去维修，所以量就荡下来。然后过年期间当然人力的关系也荡下来，但是现在因为国军的人力来帮忙，那机器不断在维修，所以量会慢慢起来。好，中天。好，咱拄则听到就是行政院议会了后开的记者会，卫福部部长陈时中上新的说明，继续要来关心中国武汉肺炎的疫情愈来愈热岛。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全面暂停中国各省市的旅客入境。假使若是这阵要去过中国香港，抑个澳门的人要入境，等来到台湾了后，就要隔离14天。陆委会嘛，甲中国算作是红色旅游警戒所在。另外，香港、澳门地区是黄色的旅游警戒。建议大家若无代志，较莫去，安尼较安全。凡是有中港澳旅行史的、旅游史的，一律回来都要做居家检疫
14天。宣布去过中港澳的民众回国了后，拢爱踮伫厝内14天。中国武汉肺炎疫情愈来愈严重，香港已经有3个本土感染的案例啊，统计确诊的案例有21个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全中国拢列作2级以上的流行区，住伫中国各省市的中国旅客拢暂时袂当入境。全中国大陆现在宣布为红色的旅游警示。就是请大家不要前往港澳啊，我们是宣布为黄色的。真烦恼，香港有可能会出现社区大规模的感染，因为香港的武汉肺炎确诊的个案已经增加到21个啊，其中本土感染的案例有3个，一个是64岁服装店的头家娘，一个是60岁查甫人，搁一个是25岁查甫人，因拢无出门旅游的记录，确认是本土感染的个案，嘛，互外界拢真烦恼，香港会出现社区大规模的感染，当年 SARS 的情形会再来一届。香港这个案例一定可能会爆发社区感，可能会更多了。因为他当发现这些病人有症状的时候呢，他之前就已经散播到多少人那边去了，所以当你散播到出去之后，你又要去追踪那些人呢，可能又来不太及了。中国的疫情真正啦，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那暂时无爱互中国一个旅客来台湾，为初六开始，唔有去过中港澳的民众，登来台湾了后，爱踮伫厝内14天。陆委会嘛甲港澳遮的所在列作黄色警戒，呼吁民众若无啥代志，千万就唔通去。希望台湾未出现社区感染的情形，疫情就安尼压落来。记者综合报道。确实有影一定要遵守规定，像讲桃园道一个查甫人1月去过中国武汉，照规定一直到新历初5进前，拢爱伫咧厝内注意，袂当出门。结果初四中昼12点钟，伊煞走去南口找朋友，防疫中心赶紧通报，警察调监视器来追查，发觉讲伊确实有影出去乱踅，一直到下晡4点钟才倒转去，无伫咧守规定，依照违反传染病防治法送去卫生局，要按算罚较重的。民众坐电梯准备要出门，喙暗嘛无袂记挂，看起来真正常。不过其实伊是一管署针对武汉肺炎列管的对象。桃园这个39岁姓黄的查甫人，正月捌去过武汉，所以爱踮伫厝内14天，一直到初5。结果初4 11点19分，伊的防疫手机出现无正常的信号。原来伊12点38分可能走去南口找朋友。下晡3点54分，防疫中心接到通报，用监视器来查，发现人伫4点39分登去厝的，为离开电梯开始，拢总出去4点钟。警方接获通报，立即要求该民众即刻返回隔离住所。此为桃园首例违反隔离列管案件。新型冠状病毒，互大家心内拢足惊的，确诊的人数一直增加。虽望姓黄的查甫人真健康，朋友嘛唔免伫厝内检疫，不过追踪系统敢有法度随时掌握，嘛正做讨论的话题。居家隔离民众务必配合遵守防疫相关规定。警方讲，追踪系统透过防疫手机利用定位甲网络对话，若是收到无正常的情形，就会随通报。另外，根据传染病防治法，违反列管的规定，会当罚1万到15万，佫会为同个来罚。呼吁民众即马时机敏感，列管的人千万就唔通乌白离开厝的，避免妨害佫造成社会不安。记者综合报道。一方面，咱即马伫咧关心武汉肺炎上新的疫情，另外要来关心武汉肺炎严重影响到苗栗的观光市场。南庄旧街街拢稀咧咧，人客上少，检测不到4成。一寡店头拢讲，新正年这段时间业绩落差不多5成。游客来到这个所在行大，拢爱挂喙掩，拢唔敢试食。另外一寡餐厅、饭店业者接到民众要取消的通知电话，希望讲疫情会当赶紧控制掉咧，或者观光市场会当赶紧烧落起来。武汉肺炎影响到苗栗的观光产业，虽望目前苗栗关无确诊的个案，不过观光业也是稀咧咧。互本来想要趁春节来趁钱的业者，拢足失望的。生意好吗？不好，人少很少啊，买气也不好啊。武汉疫情的影响，多多少少一定有啦。春节的生意少了，我觉得应该有5成以上。那人减了4成，业绩嘛落上少有5成，真侪头家拢规气甲铁门拖落来，生意不爱做啊。大家都戴一个口罩啊，谁也不想吃东西啊，对不对？要给他试吃，他都怕咯。因为过年时啊，天气湿个冷，就惊为着武汉肺炎，真侪人拢规气就踮伫厝内。那做生意的业绩真惨，含餐厅甲旅馆嘛接到真侪取消的通知。规划像所有的店家，我都呼吁他们通通都戴口罩啊。这个就是我们就说做好疫情的那个准备哦，就不会给很多的游客接触会太担心。
相关理事长强调，有呼吁大家爱挂嘴暗，加强防疫，避免让疫情拖开。那希望游客会当赶紧来，嘛希望疫情会当受到控制，互观光搁兴起来。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甲单也未收煞，一寡民众较唔敢出去外口的餐厅食饭。像讲中部地区一寡餐厅春酒业绩落真济，一寡餐厅时到时担当，无米煮咸鸡汤，家己都爱想办法。有的是推测俗价规家伙啊套伙食的套餐，会当免费送到厝内。另外有一寡是改做一间一间的套房，内底放一套椅啊桌啊，变做是食饭包场，安尼较袂去为着。智慧机员加上卤排骨料理煮好，毋是放出去，是摕便当盒内底，互人客炸转去食。星级的饭店哪会马上得来数，或者是外送的服务出来？原来是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互消费者毋敢去人济的所在，拢敲电话来甲定位取消，含春酒嘛袂办啊，互业绩一直落。饭店敢若让想办法杀3菜1汤777块的套餐出来，互民众摕咧就会当走，订1800块以上就有免费的外送。每天会规划不同的菜单，到40道菜会轮流的来提供。另外，打电话去订就会送消毒的酒精。有做调整的，阁有这间饭店，唔拿送双主菜便当出来，阁伫较关老的景观套房加开食饭的包厢，互人客唔免伫人济所在食饭。那主要的话是因为现在消费者他对于群聚这个问题的话是会比较有疑虑。那我们设定这样子的包厢，那他可以就是只跟就是自己的家人或者是朋友做一个聚餐。那我们想这样子的一个方法的话，消费者也会吃得更安心。就算疫情真严重，唔过食饭风地大，业者想尽办法来拼业绩，抢上机。记者综合报道。劳动部进前公布防疫照顾假，公务人员嘛会当请。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决定讲，公务人员同款会当请14天防疫照顾假，也毋过假会当请，煞无薪水通领，嘛袂影响到考绩。台北市市政府讲，一切拢会配合中央来打合。前台北市劳动局局长，也就是现任立法委员赖香玲建议，应该爱先调查敢有需要，莫干那会当休假无薪水通领。另外嘛，考虑会当提案规定特别条例，延长家庭照顾假提供生活照顾的津贴。为着对付武汉肺炎，中央宣布高中高职以下拢较晚开学，不过就惊国校以下学生无人照顾，劳动部杀防疫照顾假出来，即马含公务员买当请。防疫照顾假，我们肯定我们会今天已经发函给所有的中央地方机关，照顾假一定会准假，可是不给薪。中央决定公务员会当有14天的防疫照顾假是无薪水的，袂影响到考绩。目前公务员内底有12岁以下囡仔的比例占超1/10，有约3万人，袂影响到正常的运作。不过，前台北市劳动局长也是现任立委的赖香玲建议，应该爱先调查需要，才来做决定，袂当干那有无薪水的假一个选择。调查之后，再确认这些需求还有什么方式可以协助家长们处理。决策上面给薪或者是给津贴，我认为是一个也在有限时间上面还是可以做的一个方式。台北市政府即马是按照中央的指示来办理。台北市政府是跟中央一体的，我们是公务机关，所以从昨天第一天开始，我们就跟中央反映这个事情。收到公文的话，我们就会依法办理。中央实行防疫照顾假，希望企业买当地来做，进一步保护劳工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继续吞大，世界各国大家拢烧钱买喙烟。韩国的喙烟介绍翻几落杯，也有人囤喙烟的情形。像讲泰国是中国疫区以外确定为着病例人数第2济国家。大街小巷一寡药局、西药房卖喙烟，拢互人烧钱买了了。另外，中国以外确定为着人数上济所在就是日本，喙烟搁较无简单买会着。台湾关西地区听讲一片喙烟卖甲台票38块，真侪人买袂落。不离过即马疫情遮尔严重。挂喙烟上较重要，就算介绍贵33，也是有一寡人烧钱买买。日本卖喙烟到底有偌抢市？记者去东京一间超市看，架顶全部就干了剩一包。最後の1点になりますね。これ最後の1点。これ今日の最後の1点ということですか？今日の最後の1点。いや、もうお店にあるのの最後の1点になります。店员讲厂商欠货，货唔知什么时阵才会过来。喙烟的库存愈来愈少，日本的医护人員嘛咧海餐。医療機関ですらこのマスク感染を予防するためのものが手に入らないというのは非常に憂慮すべき。
台版关西一地卖到台票38块，更不是上贵的。日本有人用网络买40地，报价绍是台票2万2。南韩嘛，有什么厂商甲翠暗的价绍压悬，南韩政府初时规定要罚，敦翠暗甲打洗手这防疫的物资，相当会判2年徒刑，或者是罚台票137万。The sellers to hoard more than 1.5 times the amount of their monthly average sales volume for over 5 days could face up to 2 years behind bars. 泰国即马武汉肺炎确诊的人数是中国以外第2济国家，敢若比日本较少。翠暗同款就歹买到的。泰国政府初时宣布，甲翠暗甲相关的防疫的商品列作管制商品，交予政府集中管理，避免翠暗欠货造成泰国的防疫出问题。记者综合报道。社会消息要带大家关心，台南新市中正路一个桥倒摆人，因为互人检举刷起配面，甲人抢渡，搁出手拍人。详细情形，连线记者林婉莹来带来了解。婉莹。好主播穿着黑色衣服的骑士停在路边，不断大声咆哮挑衅。原来是他怀疑对方疑似检举达人，没想到夸张的行为还在后头。啊，这个好你，对啊。这个好你，这个好你，好了，可以看到这名骑士下车后，一个箭步向前冲，直接殴打对方的头部，双方扭打成一团。这位民众还被打趴在地。一旁的店家听到争吵声后，赶紧出来查看，并且报警处理。而这名打人的骑士呢，原本还想骑车逃逸，但机车怎样就是发不动。事情就发生在台南新市中正路上，这名骑士疑似违规才会遭到拍摄，没想到他竟然2人先告状，还出手殴打无辜民众。以上是为您掌握到的最新资讯，主播。多谢婉莹，过来关心新北市野柳渔港一个姓柯的船长，新历初时下早驶竹排出海掠鱼，因为风伤过头，竹排规个冰船。消防人员发觉了后，赶紧通报海巡的人来救人。因为风影伤过大，海巡的救生船嘛无再掉落海，敢来当协调港内渔船来支援。头尾半点钟总算甲伊救起来，因为体温降一个伤过济，赶紧甲伊送去病院急救。海面一只塑胶牌啊，伫遐安尼浮一个沉一个，船长搁坐喺顶悬咧等待人来甲救。看这个船长已经吊伫船顶真久啊，嘛已经有失温，海巡嘛来扬渔民出面来甲斗救。这个意外就发生伫咧新北市野柳的渔港，一个姓柯的船长，新历初时早起驶塑胶牌啊出海，不过煞去拄到对头风甲长波影。这个塑胶牌啊从啊变过，渔港的消防人员有去看到伊的船啊变去，第一时间过来通报海巡。不过，迄当阵的海象真歹，边境风力有6级，有当时佫会透8级风，海面嘛来卷出迄落3公尺悬的长影，安尼嘛，互人较恶咧挖去甲救。在岸上征捕渔网是有人过来讲说，那边有那个小舢板翻覆啊，人在那个舢板的上面呐，叫我们说有办法是啊。过去帮忙把它拖救一下。风影伤大，海巡队的这个球灵船无法度落海，嘛简单会当调其他的渔船来斗3工。加在讲，伫半点钟内，甲船长甲救起来。救起来了后，船长除了讲这个体温有较低，嘛无其他的外伤。甲送病院了后，嘛已经无代志啊。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提醒大家，过年变成特别节，台中一个60岁姓陈的富人人，互诈骗集团骗甲公公说，骗讲要交朋友，了人面册讲伊是叙利亚的医生，讲一寡好听话要改变，变讲就要先寄一箱80万欧元的珠宝互伊，叫伊要先拿86万的运费。这个富人人要汇钱的时，互银行的行员发觉，赶紧报警察。富人人佫替诈骗集团来讲话，讲珠宝伤过大卡，才会爱用假的，互警察已经听袂落。只是跟你关心一下，因为我怕你被诈骗。哦，不会啦。富人人来到银行的柜台，讲要汇这个运费68万到土耳其，到底伊是买啥爱这济运费咧？我在那里买了，但是它太大了，太贵重了，不方便。富人人强调讲，因为伫咧土耳其买珠宝，运袂倒来才用假的，银行的人愈听是愈感觉无对等。多大？就是不方便运回来。不方便运回来，不方便运回来，为什么还要那个汇运费给他？原来这个60岁姓陈的富人人，
已经踏入去这个诈骗集团的陷阱咯。诈骗集团伫个面册顶悬讲，伊是述利亚的招娣医生，甲骗讲要寄一箱80万欧币的这个珠宝予伊，不过因为珠宝伤大，就要先寄86万的运费去予伊。负责人要汇款的时阵，去互银行的人甲挡起来，想不到负责人佫替诈骗集团来讲话。富人当初也是想说，已经都聊天那么熟了，怎么可能是诈骗？谈话大概有10几分钟。这个富人本来他是骗我们远景说他这个珠宝是去这个土耳其购买的，但是远景跟他说，你有没有去土耳其？我们查入出境的资料就一目了然。警方一直在甲考劝，讲珠宝哪有可能大到安尼摕袂转来，都爱阁用寄的。招娣医生是述利亚的人，是安怎钱会汇去土耳其咧？甲看遮大家阁斗袂骂，这根本就是伫共骗嘛！尾啊，这个姓陈的负责人才清醒起来，甲这条辛苦钱甲保条着。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继续要带大家关心休热台东上界大的盛会，就是台东热气球嘉年华，今年已经是第10冬。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县政府决定要延2礼拜，一直到新历7月10日才正式开幕。9点，请收看台视的4月梦雨。我妈，你手怎么啦？这就那个皮肤过敏了，擦下就好了。对了，叔叔，你有在吃保健食品吗？没有那种一天要吃很多次的保健食品吗？不行啦，又不是生那个重大的病。小仙姑，怎么了？脸色难看呢。每周1到周5晚间6点到8点。大家问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摆一日。过年大家泡茶开讲爱用茶果，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字果，这就是算茶壶数量的单位，咱嘛会当讲是一壶。像讲一壶茶，咱就讲是一股茶。另外泡茶用的家私，咱讲是茶果；若是用来装药的家私，咱讲是药果啊。带大家做伙来小解2个词。头一个就是茶果，这就是泡茶茶壶；第二个词药果啊，就是用来装药的壶。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2个词夹做伙，譬如讲，因后生找无茶果通泡茶，摕药果来斗，煞互因老爸骂甲臭头。今仔日小解这一字果，提供予大家参考。继续要来关心秋热，会当讲是台东上界大的盛会，就是台东热气球嘉年华。去年请超过90万人次来看，今年已经是第10冬啊。台东县政府特别规划，为本来45天延长做51天。活动本地是为6月底开始，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县政府即马决定要延2礼拜，到新历7月10日才正式开幕，保证要予大家喜欢的造型球绝对拢看得到。伫咧看蒙蒙平坦坦的平洋，色彩青秋的热气球豆豆啊撑起来。这个台东的热气球嘉年华是暑假花东地区上夯的活动。伫咧去年就成超过90万的人次，嘛来带动这个边的旅游业，含遐带商业者，互经济规个拢活水起来。还过来日选全球10大热气球的活动，这个活动今年已经是第10年了。从原本的45天，要甲延长到51天，只是讲受到武汉肺炎的影响。规个计划就拢绕去，因为这个各级的学校延后开学，考虑到讲这个热气球是亲子甲学生上爱的活动，所摆嘛研究讲要来甲这个活动延后，原本是定伫6月27到8月16要来举办，即马要甲延后2礼拜，从7月11到8月30，同款是依期51天无救水。国外的造型球都。刚开始都已经前半部都已经摇钱好了，那变成说我们这样变动的时间，的确我们要去赶快去联系跟调整。在鹿野高台，它是一个开放的空间，所以就算是疫情没有趋缓，也欢迎大家来到台东，因为我台东就是有非常棒的一个空气跟环境。县政府今年嘛特别自费来打造一粒造型气球，不过伊的外观到底是生做什么款？县政府要是喙较目过美态，不二个若是现身的时阵，一定保证会互
大家真惊奇。记者综合报道。休完一个广告了，继续要来关心新疆年度开春早餐人的头壳莫咧烧，因为若有武汉肺炎的疫情，可能影响到出口的市场，经济保寒流马上等到任务，也有柑仔蜜。阴暗9点，请收看台视的4月梦雨。我妈，你手怎么啦？这就那个皮肤过敏了，擦下就好。对了，叔叔，你有在吃保健食品吗？没有那种一天要吃很多次的保健食品吗？不行啦，又不是生那个重大的病。小仙姑，怎么了？你脸色难看呢。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我应该没有找错地方才对吧？啊，你就是今天要来的新人啊！我是阿巴。这就是要研发的新药。阿兹海默症有一大堆资料分析，但却没有办法找到解答。阿巴，我时常觉得，制药也许要的是一个结果，但制药的人有时却能在过程中找到更珍贵的东西。你找到了吗？第92届奥斯卡2月10日，敬请锁定台视频道。老人做代志，行是一个活，咱相唱舞是一条生命。只要恁做3步1天，这句话一定爱记。谁啊？其实没有错，我们开店就是为了盈利，为了赚钱。但有的时候，我觉得人这一辈子，我觉得他要做好一件事情很难，那我们就做好一件事就好。人家说点心，你不用点心，你没办法做，因为点心它比较复杂，琐碎事情比较多。那你如果没有耐心的人，你没办法做。每个礼拜天带您寻找台湾感动力。欢迎继续带来到新闻的现场，来看到新疆年度开春早餐人的头壳莫咧烧，若有武汉肺炎的疫情，可能影响到出口中国的市场。经济保寒流酸冻到任务柑仔蜜探仔岛，高雄拢总60家的任务，互寒流冻甲歹去，初步估计损失385万。靠天吃饭的早餐人，拄开春就笑不出来，要去无路来，要靠无目屎。阴暗9点，请收看台视的4月梦雨。我妈，你手怎么啦？这就那个皮肤过敏了，擦下就好。对了，叔叔，你有在吃保健食品吗？没有那种一天要吃很多次的保健食品吗？不行啦，又不是生那个重大的病。小仙姑，怎么了？你脸色难看呢。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我应该没有找错地方才对吧？啊，你就是今天要来的新人啊！我是阿巴。这就是要研发的新药。阿兹海默症有一大堆资料分析，但却没有办法找到解答。阿巴，我时常觉得，制药也许要的是一个结果，但制药的人有时却能在过程中找到更珍贵的东西。你找到了吗？第92届奥斯卡2月10日，敬请锁定台视频道。
老人做代志，旁是一个饭碗，咱双手摸是一条生命。只要恁做三步一天，这句话一定爱记。是我掉的死灵没有错，那个东西想过没？已经想过。那表示他们两个是必杀的孽缘吗？这样看来，三藏是会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才会将孙悟空杀死吗？不可以，住手，孙悟空！不行！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台视频道《花游记》。各位乡亲是大家好，我是迄个繁星郑家的郑花甲啦。台视周六戏剧即将播出《花甲男孩转大人》，让您新春笑开怀。阮大家子孙拢友好，感情感情好，人讲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就是你讲亲像阮安尼一个家庭。2月8号起，每周六晚间10点，请锁定台视《花甲男孩转大人》。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宇宙冒险，古道探秘，如果有什么地方冒昧到你们的，庙宇传奇，我奇怪哪会啥物发生啥物代志？刑案解密，最神秘未知的现象，新闻大解密带您一一解开。延安9点，请收看台视的4月梦雨。我妈，你手怎么啦？这就那个皮肤过敏，很痒。擦下就好了。对了，叔叔，你有在吃保健食品吗？没有那种一天要吃很多次的保健食品吗？不行啦，又不是生那个重大的病。小仙姑，怎么了？你脸色难看呢。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我应该没有找错地方才对吧？啊，你就是今天要来的新人啊！我是阿巴。这就是要研发的新药。阿兹海默症有一大堆资料分析，但却没有办法找到解答。阿巴，我时常觉得，制药也许要的是一个结果，但制药的人有时却能在过程中找到更珍贵的东西。你找到了吗？第92届奥斯卡2月10日，敬请锁定台视频道。老人做代志，旁是一个饭碗，咱双手摸是一条生命。只要恁做三步一天，这句话一定爱记。是我掉的死灵没有错，那个东西想过没？已经想过。那表示他们两个是必杀的孽缘吗？这样看来，三藏是会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才会将孙悟空杀死吗？不可以，住手，孙悟空！不行！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台视频道《花游记》。
的种花甲啦。台视周六戏剧即将播出《花甲男孩转大人》，让您新春笑开怀。阮大家家孙拢有友好，感情也真好。人讲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就是你讲亲像阮安尼一个家庭。2月8号起，每周六晚间10点，请锁定台视《花甲男孩转大人》。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宇宙冒险、古道探秘、如果有什么地方冒昧到你们的，庙宇传奇、我奇怪哪会发生什么代志？刑案解